迎接一年一度言论自由日，今年台南以自由做因为主题，整个4月有演唱会、有展览、也有 Podcast 节日等多元的方式来呈现。除了知名饶舌歌手大基用演讲来表明言论自由的价值，嘛正式回顾过去演讲被插禁的历史。伫处陈南荣基金会中心职工叶菊兰嘛坚守陈南荣的主张，就是无主权独立、无和平、就无言论自由。威权时代有太多的歌曲被插禁，那是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。威权的政府是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可言的。好，所以我当然现在在透过人民大家共同努力，让台湾可以在和平的慢慢的走向完全的民主化、自由化之后，大家要珍惜得来不易的这个言论自由啦。台湾要主权独立，好，言论要有自由，就是他的主张其实战狼是非常单纯的人，好，他逻辑思考就是这样嘛。我主张台湾独立，我主张言论自由，100%言论自由。面对台南作为全国第一个定4月7号为言论自由日的城市，高达15天来持续承担推广。市长委托会长嘛，希望有机会伫圆山饭店办台语 rap 演唱，让大家重新思考并体验自由的可贵。圆山饭店以前就是比较威权的象征啊，因为它是蒋家那个时候蒋夫人嘛哈。当然是它有它的历史缘由，但是现在在民主时代，圆山饭店也可以华丽转身，它可以接受种种的比较轻松的、比较像年轻文化的这种活动，我们都很肯定。这是未来的，这是计划中，但不见得。我们希望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落实。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